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嘅，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地都爱同大家做嘅乜嘅么？大家啲吼，你客家人有一件东西，有一件新嘅东西，同你嘅历史文化全部就都有关系咯。也就是擂茶，擂茶啲你睇到影响嘅世界啦，就竟延续到日下台湾来，而代表嘅当到你客家人嘅文化、生活习惯。唔过啊，日下吼啲全台湾东多嘅客家中，就做得去做这个擂茶的 DIY 体验啊，也係擂茶也就傳統做得去示範，做得去教。今日就來同大家來紹介啲新竹北埔嘅所在，有一間當有名嘅擂茶，佢按到埔語擂茶，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係你埔語擂茶嘅創辦人馬玉英，歡迎。你好，大家好，我係埔語擂茶嘅馬阿姨哦，我喺北埔嗬，來兩邊和大家見面嗬。歡迎馬阿姨。其實如果很愛馬阿姨，錯嘛，對不對？這麼個很馬阿姨，比較親切嗎？比較親切哈。阿姨已經很老了，年紀看唔出來呢。我們已經50幾歲的歐巴桑了。唔過看你的這個皮膚、韓國身材，全部就保養都當好。對對，北部嘅鄉下，因為好山好水，北埔鄉。對，所以說呢，大家分嚟法哈，生活嚟法，都愉快啦，然後因為北部還有推廣我們產業的發展，像擂茶，當然是擂茶，擂茶就係當養生頭擺，擂茶有很多叫做三生湯啊，對不對？生命的生，故說擂茶對你身體健康都好。韓國人嘅擂茶其實有當到種無共樣嘅口味，佢每日看到哇發啦。比方有冇有很多種嘅口味啊？有哪一些口味？今日下你的埔語擂茶哈，你下研發有13種口味，你從1歲到99歲，做的等下埔語擂茶都可以選到幾個適合自己吃的擂茶。比如說有哪道口味？我們有那個，我們從小朋友開始講，小朋友專用的，我們那個金利湯擂茶，它沒有茶葉哦，很棒的個東西。聲音呢，就唔得是那個咖啡因的東西，茶葉有咖啡因，超感哈。那我們像我們那個美美啊，美麗的主持人啊，我們來個 SK2 擂茶。SK2 擂茶，馬個 SK2 可以用喝的。對啊，我們 SK2 用喝的，不用擦的，做體內環保啊。我們有開發一種叫做元氣紅棗。元氣紅棗擂茶。然後呢，我們還有現在什麼可以讓皮膚咕溜咕溜啊？那你們，你還有上癮的，你還留下那個薏仁水。還有紅豆水，對不對？紅豆水可以消水腫，消水腫的。只要身體紅起來，就是面我眼目子，眉我眼。阿姨想是說，讓你們那個什麼安醬嘛，看醬的我馬阿姨就研發一個山藥紅豆薏仁的擂茶呢。山藥紅豆薏仁。對，大量用一個紅山藥、紅薏仁、紅小麥的東西，它可以祛濕。去除我們身體的水氣。其實我有去看那個中醫啊，後醫就講吼，那個什麼人啊，盡量唔好有這個水腫的狀態，除非你飲食習慣要改變以外，其實生活作息很重要。大家做對是啦，你講的係山藥紅豆薏仁擂茶是體內的除濕劑哦。對，我喺度星期後防止而除濕。我們體內嘛而除濕，也要除濕，濕氣把它去掉，對，身體就會比較健康，好健康。除了這個山藥紅豆薏仁的這個擂茶口味以外，還有其他冇？有哦，阿姨在40歲的時候，我現在已經54歲了，不好意思哈，10幾年前，可以做中醫師，讓我講你有一個很棒的擂茶，有一些黃芪的東西啊，一些單位的東西啊，都可以哈，還有一些黑木耳啊、黑糯米啊、黑香菇的東西。那中醫來講，跟補腎也是補腎哦，對呀，補腎哦，黑色的食材是不是？對，補腎的是那東西，對人的這個腰尾、這腰子這個地方腎很好。對，我是講，你客家擂茶，好啊，我們會用一些藥材進去。
该为什么用药材一个概念。那以前的客家人待的地方都好燃，好偏远啊，我们的医疗没有到位呢。啊，你平常就不要生病呢。啊，生病的话，请麻烦。那係講你身體唔好用夾晒，佢平常係把因為種嘅藥草嘅東西，用到鋁茶越多，因為鋁。頭擺，客家人啲中國嘅時節就有按呢。鋁茶應該講故事嘛。我們唐朝式微以後，因為客家人是慢慢遷徙嘛，因為煙丹因為中原人哦，我們是標準的中原人。該是講因為黃巢之亂咯，因為就是在外遷徙做客的人家，也是行業的意思嘛。哈，安個意思。該因為到南方的世界的吧，哈，因為都好慢。好，到南方土地比较多，比较肥沃嘛。对。好，然后一些过剩的个五谷杂粮，我们保存起来。然后甚至因为用一些药草的东西放进去。对。所以因为客家人讲，你下流常常讲说衣食同源啦。那才因为客家人的生活当中的吧，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所以说呢，因为璞玉擂茶嘛，阿姨就想用2种的概念，衣食同源，一个养生的概念，把它注入我们客家擂茶的研发。让因为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传统的一个美味文化走得让大家能够每天能够享受得到。是，古时候出台一个养生系列的擂茶，因为懂得喝上你们做的所以的，比如说有一些特殊口味的啊，或者是米西东口味啊，好是按用的擂茶的话，马阿姨她推荐哪种口味？年轻人嘛，对，年轻人的话，很多小姐说，阿姨，我可不可以让我的身材漂亮一点点？嘿呀，那我们推荐一个口味，我们从冷泡都很好的一个绿茶口味。绿茶，绿茶有那个儿茶素，对不对？对，儿茶素很丰富嘛，就香茶的然后呢，像印尼的美女啊，那阿姨有开发有一种呢，一个四物姜、暖姜的擂茶。哇，暖姜的擂茶。人家说，冬天要吃萝卜，夏天吃姜，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时间吃的东西全部是蔬果好多，好冷的东西，冷的东西。夏天的一些菜啊，会比较冷啊。平常我们就是要吃一点姜。补正了。补正了。韩国因为暖姜擂茶里头呢，有放我们的四物的东西进去。我说，这四物的话，不是女孩子才吃男生也可以吃。那么你们做的是？所以我讲呢，暖姜可能年轻人不大能接受，可是呢，还是要多吃一点。不过你刚刚有讲这个有这个绿茶口味的擂茶一般擂茶用的茶米是哪个茶？一般是呛茶，传统呛茶就是呛茶。因为讲好啦，因为木卡用的擂茶其实冇一定的材料，你家里有什么，因此用乜嘅？传统係按呢？错，是讲因为下吧，是讲养生保健的吧，因都会用上茶。上茶是青绿茶，就是还没有发酵的生茶，对不对？还没发酵的茶。因为讲呛茶嘛，就是因为年轻人应该讲的绿茶的意思，哇，古时候艺术风也比就会跟他马阿姨讲的这个是绿茶，然后是可以冷泡。做嘛跟人家擂茶做啲冷的水来泡，因为你泡擂茶传统唔管去出去了，也係讲泡嘛个粉末、嘛个麦片，全部就要用小水一样，你做嘛个做得用冷茶。就因为都有腌料，因为系全谷麦豆类真材实料，我们不添加啦。因为不添加一些加工的一些淀粉的东西去填充，该是真正的食物。我们要吃食物，不要吃食品，就是这样子。像妹妹，你有空就到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玩一下擂茶，你就知道说，我们自己手工走出的擂茶，冇掺嘅加工的东西，擂茶是从安用烟啊，你跑出是安用烟啊。我们可以看到食物本來嘅用嘅，哇！嗰時候我知道，根本一搶到馬阿姨來到你節目現場後。
不只是同大家推荐家嘅擂茶，係同大家來講，我們這個人的養生的概念，乜嘅世界應該是乜嘅東西，乜嘅體質的人適合是乜嘅東西。韓國啊，韓後就會提醒大家，聽說愛吃食物，而不是要吃食品。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同大家分享馬阿姨家嘅故事。大家要做到福氣來嘅，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同大家來紹嘅係新竹北埔嘅埔玉擂茶，呢啲擂茶頭先好有紹介到當到無佢講嘅口味韓國啊，呀下重新嘅擂茶竟然做得用冷水來泡，做嘛該做得用冷水來泡？你看呀盤這個擂茶的粉末是很細緻的。非常的細動腰，故所馬阿姨我同分享，我家下生擂茶的時節啦，那個吞下去不會有懂粗的懂太掉的那個顆粒，堅果的顆粒感，其實懂悠悠的感覺，但是又其實是可以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咬得到的。做得咬得到，所以好特別哦。因為哈，那擂茶很多，當我已經講，哎呦，你嘅擂茶嘅粉那個都好，是點會咁解冇？會調解啊，調燥，喉嚨會痛，對，調熱，咳嗽，調熱唔係，係因為因普洱擂茶把用低溫嚟烘焙，130度以下慢慢烘焙，就煮盤這樣，慢慢煮，把它烘焙熟了以後，熟咧，再去粉碎去研磨。哦，你講所有的堅果類，比如講像番茄啊、南瓜子一啲東西，全部就是低溫的烘焙。低溫烘焙，因為調高溫嘅吧，嗬，佢會好熱，佢嘅營養成分就會流失嘅，所以剛剛阿琴妹妹你吃到會有點顆粒，對，那就是很豐富的一些纖維質的東西。這個纖維，對不對？而且堅果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不飽和的脂肪。對啊，對，剛開始食的擂茶有點麼不習慣，因為腦部嘅股份的吧，是食落像啉水樣、啉茶樣，跟食因為擂茶冇強樣哦，冇強樣，濃郁的，很濃郁。韓國呢，你要慢慢喝，第一次喝我怕你會卡喉嚨的感覺。還好，可以緊緊的因食材，好，才會安用嘅，不是用調味的粉末，因為它是真嘅呢，色類東西。我可能按食本意適當也會薄。因為跟五穀堅果東西，因是都毒食物，它的纖維質會膨脹，然後它就可以達到一個飽足感。哇！所以很多小姐就讓人家普洱擂茶當個代餐。哦，像我們靠近科學園區，對不對？哦，那好多他們還有一些那個美女妹妹工作很辛苦，很累，那阿姨你知道嗎？我休息的時間，我就是剛開始一杯擂茶，我先小休一下，這樣子的話哈，給精神又可以補充體力的話，對，它有。對，比起去吃那個什麼餅乾啊、蛋糕，這個其實是更養生的。更養生，對。所以你客家人講食茶，冇講啉茶。哦，我用食咧，用食咧，食咧。因為都係五穀的東西，全部食到毒食毒。韓國嘢茶米啊，食到毒食毒去。韓國嘅蘇烘入邊啊，做乜嘅馬阿姨一開始會講，嗰個擂茶，人都叫食，全部就做得食。入邊，我啲嘅這樣子一直攪拌的時候，我就聞到牛嘅馬蓋米頭牛蒡的味道。牛蒡係我今年新研發的一個牛蒡擂茶。你像日本人，將它當推崇是個好補。就因為中老年人其實年輕人要多吃，因為牛蒡係動活的東西，跟以《本草綱目》來講來吧，它對於我們的腎，還有我們的肝臟，都很好。然後給很多的那個豐富的一些纖維質，對於給潤腸，對，是很好的，而且好喝哦。那個牛蒡跟那個擂茶的米系，而且我覺得我咬得到那個牛蒡的香味，咬得到那個纖維。用來到那個應該彰化分園農會那邊那給做一個配合，用在地的牛蒡。現在牛蒡大家泡水，很多爸爸媽媽我喝牛蒡茶。喝牛蒡茶，跟你唔啲牛蒡打盤，
吃加许多读许多，含好，含它厚，对不对？我们直接完整吸收牛蒡的营养 ，keep 住跟牛蒡的营养哦。含够三哈了亚比，这个是精力汤，精力汤跟擂茶有嘛该冇共用？精力汤的背后哈有20几种五谷杂粮坚果，因为以前的概念的精力汤系乜嘅？草本的妈妈打木薯芽啦，蔬果打了石头啊，可是哈。比较不合乎国人呐，东方人饮用，因为几个植物碱好多草本的东西，客家人讲好腻啦，调腻，太寒，是不好。所以说呢，用了这样子那么丰富的一个五谷的东西，用所谓的五行的概念哦，金木水火土，黄色、绿色、白色、黑色、红色，对，5种可以不同的颜色的五谷坚果去调制。那我们推出精力汤的目的是讲擂茶，他这个想讲擂茶地头又差面，不过就是的客家人我看是擂茶哈，刚前面有分享。某一天我加差米呢，的中药的药草就做得，全部就做得。我看用乜嘅东西做得擂出來嘅東西，擂神嘅，只有啲植物佢係空心嘅。你剛剛講過嘛，蹄頭嘛、河馬、南瓜這啲係空心嘅，對，擂出來嘅東西。所以說，呢個迷思不一定就茶葉，而且個精力湯當好。從1歲到99歲都很適合。唐公鸭精力湯啊，還有特別製作沒有豆類、冇豆類我們還有一個鹹味的。為什麼？為什麼要特別製作啊？因為它普遍哈，像我公公哈，爸爸，他普林比較高呢，普林比較高，他個普林高的吧，梗係豆類啊。豆類冇是甜多，豆類唔算多哈。其實食物均衡啦，你莫以偏食，莫以挑食。那真的以痛風來講啊，就要多運動嘛，增加我們的一個體力所以我們把豆類拿掉，就是有一個鹹味精力湯。对，而且我们要養生的話，像這個有一些特別的促權，加的這種的是龍體味的東西，普林高啊，對，這種含咩 K 咩精力。還有我們血糖高的爸爸媽媽，現在大家都很養生的，開始養生。像阿琴妹妹一樣啊，像我們家女兒一樣，記得吃的東西，你們這年輕人也很棒呢，他的糖都少些的，对，所以我們以前你會皮呀，看我的臉就知道了，不能吃太多糖啊。以前阿姨10幾年前研發嘅無糖嘅擂茶，像養生綠茶無糖的，精力湯嘛又無糖嘅。那想講我們那個血糖高的爸爸媽媽，當初是我媽媽，我娘家媽媽，她是血糖高，那我們想不能吃糖，我們就把那個另外一個黃色的那包，我們就是把糖拿掉。結果真的佳慧動豆該想要吃擂茶，然後又怕甜不敢吃，因為它這個都地擂茶凍人肉，也很適合，就是說一些就是說特殊的體質，像血糖高啦、普林高的一些爸爸媽媽所以現在的話呢，反而你看大家養生咯，無糖的口味，反而它的銷售量會越來越提高這表示它這概念有一個概念。糖不是好東西，對，真的。對，我們盡量就是低糖。好，鼓手啊，像馬英頭前吶，有這個工具嘎啦貨，全部就擺好些，就會同大家來紹介，因為像阿權問人沒有去做過這個擂茶的 DIY 體驗吶。唔講啊，唔知要擂到底要擂到多細，對，擂到幾幼，要擂到乜嘅長度，韓國人吃到嘅擂也冇乜嘅好食，所以今天要請馬阿姨來教大家，上來擂茶，按用嘅來擂。到璞玉擂茶來講的話，來做擂茶你到我們的店裡來茶，我們很嚴格哦。我們家的那個擂茶妹妹就會跟他介紹講，乜愛先擂哦，你做唔得前菜擂，我都要步驟的，你看我從哪才開始，都有步驟哦。有茶米，你從茶米肉肉呢先擂，因為你啲肉先擂就係為法，這個粗的。比如說個蹄頭，你若係蹄頭先擂，你放落去，你擂波
我拿出来给你看看。这个叫做雷波。对，有没有看到？这样子一勾一勾，嘿，有纹路，有纹路。该你出的东西先变落去，叫不卡到呢。嘿，唔错，很有经验哦，每次都卡住。对，你卡住，因为卡到旁边一点肉的东西变落去是弄唔晒。我念的，但是唔好食哦，是 NUSOP 嘅哦，有 SOP 标准作业流程哦。雷到乜嘅程度呢？雷到要出油哦，要雷到出油，因为底包有等到有油味东西。哎，我们会讲是说啊，你雷到哈那个花生哈不是花生的时候，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全部变一团溜溜的时间，开始走得嘞。哦，古时候亚洲在呛马阿姨来同他示范一下。示范雷茶，还有移位一下下。好，先不用移位，移位开始不用。我再介绍一下哈，也有雷拔，也有雷茶棍哦。哇！呀，棍的感觉历史很悠久。对，人家擂茶棍的就乜嘅，我就乜嘅熟一点。你去擂茶你忘记了？没介绍哈。哎呀，这个嘿，榉木啊，樟木，乱猜。没有讲米刀，对，也讲芭乐树。哈？番石榴、芭乐树。这么可以用芭乐树？芭乐树还有油茶树，油茶树。哦，我们吃苦茶油的那个树干油茶树，它好硬啊。韩国它可以当保健食品。还有一个九琼树，3种木头。嘿，所以就算那树你像雷，我常常说，哎，你看我们擂茶棍那么长，那个擂到孙子的时候，剩下2/3的，那1/3跑到哪里去呢？哎，跑到大家爸爸的肚子里头去了，跑到大家的肚子里头去了。因为它是可以吃啊。可以当保健食品，所以那我们先要把这个茶叶，一烘茶叶这样子放在这个雷波。好，古时呀哈马姨这个擂茶的时间啦，好，哎，你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哎，休息中了，哎，马阿姨擂茶就擂好了，先去看一下广告。你要看看哦，一个手在上，一个手。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家下好马阿姨这个擂茶的时间和阿群我后来所以就会流出来的。上来去擂茶 DIY 的时间啊，爱擂到乜个长途，爱擂到基优的这样设起来会好生营养，他就会看马阿姨给动辛苦擂好的这个成品，有没有？好，来大家看一下，还要捧哈，这样子啦哈，因为擂到90分，来讲来吧哈，人家差不多是70分贴，70分贴，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算70分，勉强过关，勉强过关哈。因为因为好啦，直接因冲滚水的吧哈，佢嘅口味是冇按响，因到古时因老人家系安温雪。如果你还引导年轻人哈，嘿，我想配合年轻人的口感，所以阿姨准备了璞玉擂茶的秘密武器，引导加点落去，嘿，引导绕掉落去，嘿，绕掉落去哈，嘿，绕掉落去。这就是其实是璞玉的擂茶粉嘛，对，璞玉擂茶粉，嘿，哎，再擂一下，这样擂一下，嘿，搅拌一下，全部融合，嘿，融合在一起哈，它会增加它的口感，然后开层次啦，嘿，因为应该哈，又洗种嘛哈。哎，应该看到有那个有黑芝麻啦，还有白芝麻，有南瓜子啊哈，然后有花生，哎，这个擂时间哈，这个花生我们没有另外再挑过，再严选过哈。像阿姨璞玉的擂茶，我们就不放花生啦。哦，花生的话，因为容易发霉发芽，黄曲毒素，对，那这样子的话哈，就是也不好。比较不好，那有一些现在动的小朋友又过敏源了，所以那还容易过敏，花生啊什么那种，所以那这个擂好才有，DIY 才有哈，擂好了哈，好擂好的话呢，我们就是来冲开水，滚水哦，滚水嘿，我们客家人哈，很惜福，很节俭，很可能冲擂茶是的，而从边边。好，哎，你总唔得浪费哈，一滴滴的食物啊哈，要给洗下去，对，顺便洗锅子一下，这样子哈，洗锅子，好，哇，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擂好一个香浓的擂茶喽，那就全部擂好哎，好，还有一个重点，一个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配角，重要的配角，
米汤，哈，米汤，哎，您讲米汤，米汤唔系米汤就爆米汤炒啊，你唔系用蒸煮炒，嘿，两下做吧，就像糖炒栗子一样，我们把很干净很细的沙子炒热，然后米不用弄血，慢慢把它弄熟，然后再过筛。那最早时间，而且米当有蛮早呢，因为以前呢，把因为烘焙技术、保存的技术比较more。那以前有没有看过稻穗呢？有。哦，收割个稻穗，割个哈，割晒好的吧，哈，贵阳那的脆。好，那让盐巴放去蒸，对，蒸熟以后再去晒，晒这样和毛布袋绑起来，而且擂茶时间，好，让再把壳去掉，就是一个勤俭。一个媳妇，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我们的食材的一个保存的方法。古手这也是很象征客家文化一种色彩，对对。就我们还要再谈一下，擂茶哈，最主要的话，其实在这位家庭啊，还有个孝道的表现。孝道的表现，怎么该我按哪讲？老人家、你到年纪太时间牙齿不好，你还没以前没植牙技术啊，对不对？你等下80岁可以植牙呢，一些摸啊，可能到50、60岁的时候牙齿就不好了。那你吃的东西，硬的东西好咬我们咯，那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呢，会把这个坚果，比较硬的放到萝卜擂出来，不懂应该是，哇，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孝顺孝道的表现？真的，故事讲，你擂茶不只是在生活上，一个媳妇勤俭的表现，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伦理亲情上，也是一个孝道的表现。真嘅，古时我真嘅懂吃到，你客家嘅擂茶文化做得搬动到唔係客家人，甚至係外國人，大家就做得來分享。做乜嘅分享俾外國人呢？馬阿姨嗬，家嘅培育擂茶也係揾第二胎來經營，第二胎其實就是馬阿姨的女兒，而且人嘅女兒，人嘅妹也好動腔。用嚟講，佢做到要這個中西合併，把我們的客家同西點、甜點來結合用下，可以啊！呀，黑馬蓋這個看起來也太可愛了吧！這叫擂茶乳酪派。擂茶乳酪派，可以來就等好些。這個。在璞玉的店面那我们差不多4年前，我们有一个亮点计划，客委会一个亮点计划，璞玉石就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厂商。那我们是现在就是说要一个怎么讲，年轻人可以回乡做一个新传，对我们的创新就是产业创新。那除了口味的创新以外，还有我们里面的一些食材，因为我们是有复合式的餐厅嘛，又素食，养生的健康的素食之外，那我们会提供年轻人喜欢的一个甜点。除了这个刚刚我吃的这个乳酪塔以外呀，其实啦，也还擂茶的乳酪塔，还有擂茶这个雪球饼干，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对擂茶的亚的产品跟西点来做结合。像年轻人喜欢吃一个巧克力雪球我们会放一些擂茶的元素，然后加了一些芝麻比较多，然后加了那个巧克力。所以这个里面巧克力虽然它是巧克力 Q 米的雪球饼干，不过给低度，还有芝麻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芝麻还有擂茶的材料成分在，还是有擂茶的材料成分。那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擂茶材料去做的擂茶雪球，这个就是擂茶雪球，对不对？哇，好特别哦！对，我们边吃擂茶，然后配我们的擂茶的甜点，刚刚好，又很营养，又很营养。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很好奇的是，马阿姨呀，雅给雅 Hellboy 呀标签写了一个什么3.4公斤的 CO2。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节能减碳。我们环保署呢有推广一个碳标签。那这样子 N1的一些厂商，我们的企业，对 N 也翻页。对 N 也讲这个地球
每尽一份责任哦。好，那我们尽量是说做一个减碳的一个包装。也生产，我们的原物料的采购啊，还有我们的运输啊，还有我们的生产整个一个过程。我们的食物，我们小 baby 从小到大到年老一个生命的周期。那我们的擂茶从我们的一些原物料一直到消费者手上，它有一个生命的周期哦，它会消耗一些所谓的碳的排放量。但台这样讲的哈，不行，我们要救地球和要环保哦，我们的碳排放不能太多。所以说，那去年的话，环保署我们有申请的有5支，得过通过我们环保署的认证，鼓手就要在头头有这个环保的商标，对，因为一般是说，食安的问题都很严重嘛，然后该就对原物料的进来的把关也很严重哦，全部就懂严格，很严格包含所有的，你看这些豆类啊，这些坚果啊，很多人看茶米也有特别的把关，对啊，那像我们的食材尽量用我们国内现有的食材。尽量唔好用国外，减少这个食物的里程。对，韩国像要蛋糕啊，看到酱的法布呀，礼盒什么样的礼盒做到暗酱。安永年哈，我想希望讲到客家的元素。我们擂茶是一个美味传统的一个美食的文化，结合客家特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台湾的客家的特色花布，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台湾有懂懂。对，其实看到的花布世界会觉得就是台湾，台湾就想到，那是客家人的东西。擂茶就会懂客家，法布上都台湾，擂茶非常的客家。我们就把它设计一个我们客家的 LV。鼓手啊，要做得去给用，没做得拿来送朋友，送给行业，也系唔系行业的朋友，甚至送到外国的朋友，他敢拿到就知道，好有特色。都给国际人士哈，就像我们在机场，这个都销得很好，因为国际人士他非常喜欢。这很特色的花布，又讲又有特色。鼓手啊，今日真认同欢喜马阿姨来同大家分享按到擂茶的故事，还有擂茶的历史哦。谢谢马阿姨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那就喊来聊，好，没问题。就喊到北部聊，又喊去到北部聊。好，鼓手先休息一下，等下甜甜欣赏来做运动了。